文昌帝君秘傳，削減業障，持咒生財之福報法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封面圖為文昌帝君的法相，星人指導變蒼穹，神下一閃耀我榮，大賜福咒解宿願，千吉萬吉納財豐。寫這篇文章的緣起，我最近通靈，最近好久沒有找菩提伽耶了，我試着在冥想中找他，結果發現他竟然在和文昌帝君談經論道。以下是我的通靈內容。正文：我聽到一股兩個聲音正在談論到一神教的國家，例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，就經常為了宗教而發生戰爭。而我們正面勢力銀河聯邦的外星人，我屠龍術不好意思打擾一下，感謝這次通靈的機遇，請問是菩提伽耶嗎？菩提伽耶：是的，我在。我現在在和文昌帝君談話。屠龍術：外星人是可以這樣直接和神明談話的嗎？菩提伽耶：是的。我們外星人經常向地球的神明們學習，以便更好的幫助地球人，順便了解地球的知識。無論是耶穌、聖母瑪利亞，還是佛祖、媽祖、觀音菩薩，我們外星人都能和他們自由交流。屠龍術：那我是不是打擾到門的對話了？菩提伽耶：不會，我剛學會文昌帝君親傳招財秘法，正想傳授給地球上的6個通靈者，你就來了。廢話不多說，以下是具體步驟：一、遇到自己心情不好、不順、壞事的時候，暗暗在心裏念福生無量。二、念完後，趕快看自己有沒有答應過別人，但是自己因為拖延而沒有完成的事，優先把這些沒完成的事完成。三、做完一件事的時候，再念一遍福生無量即可。你又做完了第二件事，就再念一遍福生無量。完畢。原理解釋：福生無量，這是道教系列的神明中最快速也是最簡單能獲得福報的神咒，請常念，相當於佛教的南無 Triple X 菩薩的效果。但是有一點點不同，佛教是站在我提前感謝神明會幫助我，以保證神明在後面必定幫到我；而道教的角度是直接吸收天地無極的靈氣，立刻補充自己缺失的運氣。因為佛道兩派各有道理，所以一般在台灣等華人世界，大家都佛教道教的神明一起相信，一起共享其中的神聖福報原理。所以你看，兩岸說是要發生戰爭，結果呢？到現在還是和平。而那些只相信一種宗教理論的國家，例如烏克蘭、俄羅斯、以色列這種一神教國家，就經常發生戰爭。再來，關於趕快做完自己拖延的事情，此即為削減業力之法。你可以把財運和學業運看做是一個空間，一個空間中只有淨空了，才能塞入更多好的東西。如果一個空間已經填滿了很多東西，那好的東西就沒辦法再塞進來。而你對別人的答應、承諾就是你的財運、學業運的福報空間。舉兩個例子：一直承諾小孩要給小孩買東西，但實際卻不買，違反的父母必定很窮；而有錢的父母總是能完成自己的承諾。二、讀書好的人也是，班級裏、學校裏讀書好的人，肯定是自己做出的承諾、發願、目標都能乖乖完成的人。那些一再拖延、背叛自己目標的人，必定讀書不好。總結：財運和學業運其實在靈界、天界的運作機制是一模一樣的，就是減少急迫的事，讓自己的福報空間有空曠的地方可以容下純粹的好事。僅此而已。記住，人應該少做無謂的努力，應該多做聰明的規劃。聰明的工作，讀書的效果永遠比只會呆呆傻傻的努力工作讀書的效果好。通靈結束，看懂的請在留言區留無生無量。屠龍簽約，星人指導變蒼穹，神下一閃耀我榮，大賜福咒解宿願，千吉萬吉納財豐。屠龍術 YouTube。